这座山呢，在清朝的时候，古图上就已经记录它的存在。那原来有3座山，那随着市区的发展，那现在最明显的就只有这座山了啊。在日本时代，也是我们成功国小小朋友远足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也有历史的影像。那这座山承载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，那也在我们水交社里面啊是一个亮点。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呢，能够到桂子山这边来哈，登高揽胜。那一方面也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整个府城的一个历史的意象。那大家也可以往西看一下，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啊，因为在日本时代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涧之丘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丘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潮汐。我们找到最早的旧照片就是1938年，然后明治公学校的小朋友。他就是从市区远足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凉亭呢，都是通透的，只有柱子，每个角落呢都是3根柱子，非常特别的一个通透的一个凉亭。屋顶这上的平板有一个三角点，那个地板也有一个三角点，是当时候日本人就是在这边当作是一个测量的一个点，然后连勤的测量点也是设在这个地方。当初在那个桂子山还没有整治之前。整个山几乎都是流浪狗盘踞在这个桂子山上面挖了非常多的狗洞。经过这几年以后，桂子山的整治已经好了。好了以后，我本身在我们关怀祭典也带我们大城里的长辈，将近40个人来桂子山参观。我们由后面的无障碍到桂子山的上面，到上面以后，由桂子山的上面。环顾四周围，每一个长辈觉得非常满意，也觉得非常好。掌握市政3分钟，台南进步向前冲。我们知道，水交社过去在台南，不管是在国防以及这个我们地方都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。很多历史上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这里面发生。另外，除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之外，我们也把这个地方那个桂子山整理成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特色的景点。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或在平常就可以来这边，不管来水交社眷村的店来消磨一整天或一个下午，或者是来桂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1高峰，这个是网友的戏称，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，有历史文化的意义，有休闲产业的意义，欢迎大家来桂子山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淑怀，欢迎收看2月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天恒新闻。0121嘉义大埔大地震造成台南南西地区受损严重，在议员詹培雅的牵线之下，2大集团2月22将举办公益音乐会，卖票的收入会全部捐予南西高中坎国小的学生。台南市议员詹培雅牵线帮助集团甲好时光集团，要共同举办公益音乐会，同时甲卖票的收入捐予南西国中及南西国小。7号特别召开记者会，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，组织较侪社会爱心，帮助灾区，让大众知道我们南西的地震受灾得很严重，希望大家能够发起爱心，共同为我们孩子。来支持孩子。我们南西国中目前校舍是整个在重建中，那些所有的孩子、学生都跑到南西国小这边先安置，所以说其实这样的灾情是需要大家来看到的。时间就伫咧2月22日，台南文化中心演出，2大集团将打造一场温馨搁精彩的音乐响演，鼓励观众透过音乐来欣赏，和艺术成为社会关怀的力量。用一个2025携手为公益发声音乐会，把这个钱全部捐出来给学校，希望这一次能够
带起，让大家一些乐团能够出来为大家发声。那我们所有乐团的所有的开销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去处理。在下个礼拜3、2月13号的早上，我们以个人的名义也捐赠了一台富康巴士。这摆募款行动希望会当抛砖引玉，让更较侪社会人士关心台南灾区。音乐会门票目前已经开放购买，希望市民朋友到店来参与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台南阁有新的景点咯，就是位伫埔仔街88号的历史建筑，由埔仔文史研究协会自东外修复，变作创新场所88医疗所，有哪规划艺文展览，还有民俗空间，对内面看出去就是埔仔店庙埕，还有机会看到非常水的埔仔灯会。普济殿庙城旁有栋1950年的老建筑，一直沉睡在角落。前身是仁安医院，经过普济文史研究协会接手修缮，现在变成融合文化艺术与社区参与的重要基地。以前是医疗，那我们觉得现在医疗，因为医疗设备已经很发达了，那因为它这里就慢慢被沉睡，都没落下来。那我们希望把它转化，用艺术的力量，要变成是医疗馆。然后我们用文化艺术把这个空间把它活化起来。1楼空间保留医院的挂号间、看诊间格局，整体空间能依需求规划展览或讲座。2楼有民宿空间，目前规划为艺术家计划场域，从阳台看出去还能看到普济灯会限定美景。然后在这个整个空间里面呢，布置得非常雅致啊，然后有过去老屋历史的一个呈现。修复过程的一个表示哈，还有我们整个艺术方面的一个置入，那这个是我们在历史街区里面啊一直在支持老屋活化，朝向一个艺术据点最好的一个成果，让市民可以看到，台南400行经了之后，到了府城300，能够有更活化，而且更有这个历史底蕴的一个府城的一个城区的一个样态。现场同步推出88医疗所老屋修复纪录展，透过照片、文字与影片，呈现这座100年历史建筑的修复过程与文化价值。同时还有8方印象摄影作品展，借由摄影师的多元创作，展现光影艺术与疗愈的意涵。记者郑怀谈的报道。时代伫咧变迁，一传统工艺豆豆戏团，亲像是今年74岁的木雕师傅林茂章，专业将近2甲子，有技术，煞无少年人想要来学。来看咱的报道。14、15岁开始学，就去教人学师仔啦，教人去学师仔，去管沙会学工课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喜的74啊。木雕匠师林茂章14岁时拜师学艺，近甲子的人生都浸在木雕工艺的世界里，因此也练就了一身木雕本领。要做这款物件啊，主要你爱有迄个兴趣啦，有迄个兴趣，得学较会会。你若无兴趣，学袂会啦。所以上起头就是有兴趣。即摆做了，你就会讲慢慢精进就对啦。但是你学的时就是学一个初步。你即摆若阮咧学是拢学头的3档嘛，3档才有出师。雕刻刀一刀一刀慢慢刻出人物细节。木雕匠师林茂章职业近60年的岁月中，不管是神龛、神教，甚至连庙宇的神明雕饰，全都难不倒他。新房啦，迄款你着步口啦，迄款你着3穿3围，迄拢有就对，拢有做就对啦。迄是较复杂，你若做点式的是较单纯的部分啊，比如讲神桥啦、神道啦。这类的尔啦，你若庙的就无共，庙的就是较范围较宽了，对啦。随着时代变迁 ，CNC 雕刻渐渐取代了人工雕刻。不过林茂章也说，虽然速度比不上机器，但手工的温度是机器无法取代的。一地安尼要完成它10天左右才做过。若 CNC 的是足紧。CNC 伊迄个机械咧做嘛，我足紧的，毋过刻来爱阮搁刻过，才会水就对啦，无原来袂讲足水安尼啦。林茂章表示，
台南目前应该还有100来位木雕师，但因为这项工作比较枯燥乏味，加上没有年轻人想学，担心这项传统技艺未来将会失传。这若去到失传是足可惜的啦，因为这毕竟是老祖先啊留落来功夫啦。咱若讲渐渐去没落去，无人要学，当然到尾是失传去啦。因为不舍传统工艺失传，前几年一直有想找位传人，但林茂章认为自己现在年纪大了，体力没有以往好，担心收徒弟后无法将全部的木雕功夫传授出去。不过他也说，若是有年轻人想学，他也会帮忙转介其他的木雕匠师，不让这项老祖宗的技术就此失传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高雄三明区有一间卖煎包煎饺的店，头家娘以糯米发酵做皮，佮加入家己雕制鸭。无论是煎包也是煎饺，外皮拢煎甲酥酥脆脆，相当好食。刚起锅的水煎包呈现金黄色的外皮，看起来非常美味。这家位在三民区的水煎包开业10多年来，板娘每天在摊位忙进忙出的时间超过10小时，所有的材料都是当天早上备料后制作，而每一轮都采限量供应，来确保品质，让顾客吃完赞不绝口。加上亲民的价格，也让顾客常常回购。因为板娘坚持现煎，如果现场没有，就得再等下一轮。他们的那个外皮脆脆的。然后口感很好，然后里面的那个皮脆肉软，这样子觉得很好吃，非常便宜，比起一般市价更便宜一些。对，是经济实惠的一个美食。煎包是比较便宜，它是个49块。我每次来水煎包几乎都没有。除了水煎包之外，煎饺也是相当热门的品项。以鲜虾口味的煎饺最为热门，喜欢一次品尝多种口味的顾客，也可以来点3合1，就可以一次吃到3种口味。另外，单吃煎包煎饺不过瘾，还可以来碗酸辣汤，搭配起来更满足。虾子水煎包，老板娘也煎得很好，她真材实料，以前当过餐厅的大厨。它的煎饺煎包的特色，它的面粉是自己用手揉出来的，然后他还给它发面醒面。冬天的醒面特别难醒，但是它很用心的醒面。老面发酵的饼皮搭配手切的内馅，真的相当对味。此外，居家冰箱必备的生鲜水饺这里也有，同样纯手工。不论煎包或者煎饺，当早餐或点心都非常适合。想吃煎包可得趁早，否则太晚可能买不到。记者潘志光、陈义君高雄报道。中央新闻在基隆，中嘉新闻在台北，中嘉新闻在新北，中嘉新闻在桃园，中嘉新闻在台南，中嘉新闻在高雄，忠实呈现最佳新闻。每周6下午1点，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，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，最有人情味的报道。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。2025台北经济展场，台北市长蒋万安点亮关13米的辐射豆豆指灯。这回展济有4大展区，一路展到16号。今天大家在不同角度都可以跟我们的金蛇豆豆一起来拍照哦。你可以看到，在金蛇豆豆上面呢，它结合了包括有绘画、涂鸦、纸雕、编织、音乐等等各方面的艺术，共同融合当中。在振奋的音乐下，主灯辐射豆豆360度转啊转，各个角度民众都能清楚看见。在绚丽灯光及 LED 灯点缀下，蛇身缤纷色彩和几何图形一览无遗。蛇身更融入西门街头文化元素，还有吐蛇的趣味动作，代表趣味感，也代表着生命力。即日起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场主灯秀。主灯区大家看到高13尺大型的辐射豆豆，豆豆代表着它2颗大大可爱的眼睛，然后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次展演，而且它会吐舌，除了增添趣味，更代表旺盛的生命力。台北灯节2号晚间登场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和现场民众一起点亮主灯，也宣布4大展区开展，包含主灯区、西门展区、中华路展区及北门展区，也有猜灯谜主题，让民众赏灯之余增添趣味。
但也有点难，因为他们没有吃。里面是红的，外面是脑部蛋，西瓜。什么东西里面是红的？花生。花生。就是年假最后一天，所以带他们来走一走，人不会太多，所以还蛮舒服的。刚刚有看到财神爷，就拍照这样子。主灯就小朋友说眼睛会动，所以蛮可爱的。小朋友就刚好过来，然后想要看这个蛇的，因为今天是蛇年嘛，所以想过来看一下这个灯。你觉得今年的主灯怎么样？不错，蛮漂亮，蛮可爱的。然后看到台皮，还有那个什么长王航空那个地球那些之类的。觉得好看吗？还不错。另外，第二个，我们在西门展区也是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。那除了包括我们西本院寺有一个祈福灯林，就像走进树林一样，而可以领取竹片的祈福卡，写上对新的一年的祈愿，挂上灯组。另外还有我们纸雕艺术家李信惠他的作品，他特别也是取《白蛇传》这个《白蛇传》的灯组非常的漂亮。另外来到了我们中华路展区，那也有非常多漂亮的灯组。那我们这一次很高兴，也邀请到日本摇滚天团 Clay 的主唱 Teru， 他跨界的创作《等待丰收的树》，蓝色的灯光，而且它代表的是历经寒冬严峻的考验而丰收的苹果树。另外，再走到我们北门展区，那边有世壮运壮宝灯组，以及我们非常多优秀学生创作的灯组，以及总共有16座友好城市的灯组。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多贵宾、好朋友齐聚一堂，来揭开2025台北灯节的序幕。那今天刚好我们开幕遇到一点小雨，其实在台湾我们遇水则发，代表新的一年大家都事业兴旺，财运亨通，财源广进，大发利市。过年期间一直到元宵，大家都希望新的一年一切平安顺心，安太岁。但是对我来讲，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，就是安太座。所以太座要安得好，一定要来2025台北灯节。另外，中嘉宽屏也赞助台北灯节，在中华路上有灯区展示，闪亮的元宝、旺运凤梨等吉祥图示，陪伴民众从过年一路到元宵，福气满满。记者翁俊台北报道。一年一度的阳明山回归登场，台北市府今年特别甲迪士尼公主合作，打造装置艺术，推出多元精彩的活动，即马就对着镜头做伙来欣赏。2025阳明山花季，热爱在心中绽放。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公务局长黄一平、观光传播局长王秋东等人共同启动下，2025阳明山花季正式展开。横跨春节与情人节的花季期间，除了有吉野樱、昭和樱及杜鹃等迷人花海外，今年台北市政府还首度与迪士尼公主联名合作，推出4大主题装置区，浪漫氛围满点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挂保证，来阳明山花季告白一定会成功。大巨蛋是向全世界发出的邀请函，阳明山花季则是向所有情侣发出的浪漫邀约。去年我在这个时候，我就说，所有的好朋友来阳明山花季告白，一定会成功。你不成功来找我。所以我们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利用花季这段期间，我们一直到3月，我也会经过情人节，不管是带着自己的情侣，带着心爱的另一半，带着亲爱的家人，或带着儿孙，都一定要来阳明山花季，欣赏这边浪漫的花海，为自己人生重要的时刻留下美好的记忆。那今年阳明山花季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特别结合迪士尼，打造迪士尼浪漫氛围的场景。
蒋万安也特别分享自己的私房景点及浪漫行程，邀请大家春节假期带着家人一起来阳明山赏花尝美食。来到阳明山花季，欣赏这边的花海。我们除了樱花，接下来还有杜鹃还有茶花甚至绣球花、海芋等等。欣赏完花季以后，接着可以到草山行馆，感受到草山的百年风华。另外，也可以到我自己很喜欢竹子湖吃土鸡跟野菜，讲偷给啊，我跟我太太很喜欢。然后又可以到美军宿舍群喝杯下午茶，然后到文化大学后山看一下夜景，最后晚上还可以体验一下大屯火山的硫磺温泉。你看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这样的浪漫行程，告白不成功。不可能。开心的跟小一选手学习叠杯。对于阳明山下的士林北投两区，蒋万安表示，市府团队非常重视，许多建设也正如火如荼进行，包括北投区的长照园区 BOT 案、第二运动中心及社宅等。士林区方面则有老旧校舍改建等，相信士林北投未来发展会越来越好。包括我们北投秀山长照园区的 BOT 案，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。另外，北投市场的改建，我们也上任之后确定拍板55亿让它改建。另外，社宅的新建，包括奇岩，包括福国社宅等等。另外，我们现规划台北市的第二运动中心，在北投的七湖游泳池，我们也会改建药弄馆、七湖馆。另外，还有关渡的消防分队、派出所、老旧厅舍的改建，我们现在也确定正在进行。所以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，包括北投、包括士林，士林也有很多老旧校舍的改建，都已经纳入我们的规划当中。不管是立农，不管石牌国小、中正高中、台北特教学校等等。所以各位里长、各位乡亲好朋友，接下来北投士林的发展会越来越好。公园处方面表示，为期52天的阳明山花季，除了赏花外，串联辛亥光复楼、阳明书屋等6大历史场馆的草山百年风华串联活动，还推出导览与限定打卡盖章活动。完成集章的民众还可以获得限量帆布包。由于阳明山山区停车空间有限，公园处方面也呼吁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，在迪士尼公主陪伴下，来一场浪漫欢乐的赏花之旅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。高雄的 U-Bike 电动车大受欢迎，民众平常时上班上课、假日时啊佚佗拢会骑。市议员黄柏林就建议市府会当多多采购，达到净零减碳的效果。捷运站前的 U-Bike 几乎都被借完，一有人还车，马上就有人等着借。特别是借到电辅车的话，更有幸运的感觉，因为骑起来比较省时省力。就电辅车就是比较快速，不会那么吃力。例如说老人家在骑的时候就比较方便。电辅车它可以用很轻的力量去骑它，而产生很大的那个扭力，去把你的车子快速的往前进这样子。所以说我觉得电辅车它是非常好的一台脚踏车，很便民。电辅车这么受到欢迎，但也很难借得到。市府交通局已经在去年将电辅车从原先的500辆增加到1800辆，但还是供不应求。市议员黄柏林则建议多采购电辅车，可以减少私人运具，达到减碳净零。设的数量比较少一点，就是也没办法借，因为都看到都是一般的。大量的这个电辅车以后，他们就可以不用再开车，然后让运动走路，然后电辅车串成高雄大众运输村的一环，它会减轻我们整个那个公共载具个人载具的一些的负面的压力。咱就大家你看，那么半台啊，大家拢听了，然后真正运动，环境卫生嘛叫做好，较无迄毒烟。民众也表示，透过手机 App 可以查到哪个站有电辅车，平时上班通勤很方便，假日时更可以骑到比较远的地方观光旅游，不用自己开车，也不用烦恼找停车位。而且它可以骑得更远，
啊，所以他来这当地的消费啦，啊，还有做一个经济啦，啊，还有一些参访的话，它的实用性的范围或效益会更大。长辈来骑来骑嘛真好啊，运动咱的身体。最远的话像我每天早上我的运动就是从凤山骑到西子湾，来回40公里。我每天早上的运动就是靠电辅车。那如果在偏远地区有这个电辅车，我相信他们的这个移动范围可以更广，那会造福更多民众，他就不用再搭这个自己开车或者搭大众运输，直接用电辅车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电辅车有电力辅助，大家骑起来比较轻松，更愿意带着轻松悠闲的心情，骑去想去的地方四处逛逛。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。高雄捷运的美丽岛站有2座车站，还有11个出入口，动线相当复杂，无切离就会找无路。高雄捷运公司欢乐旅客会加开冤枉钱，所以伫美丽岛站出入19分钟以内无扣钱。民众持悠游卡或一卡通 B 卡进入车站，这是捷运美丽岛站每天都可以见到的风景。但是几乎鲜少有人知道，有像捷运美丽岛站的便民措施可以使用。很多民众可能不知道，来到捷运美丽岛站，其实刷卡进站之后有15分钟的缓冲时间是不会收费的。不知道那你觉得这样的措施？应该还蛮便民的吧，因为如果在下面进站之后，然后找不到地方，有可能就很麻烦了。因为其实局限的月台，你如果要从红线上来的话，其实往哈马星跟大寮的方向会是在不同侧，所以如果有可能绕错路、走错方向的民众的话，可能会再多花那个时间。民众对于这项便民措施不是很熟悉，但知道之后都觉得很便民。主要的原因是一般的高雄捷运只要刷卡进站，即便立刻出站，还是会被扣最低车资。只有美丽岛站15分钟内同站进出不会扣钱，原因在于美丽岛站其实是由O5及R10两座车站组成，规模庞大，11个出入口更是全台捷运之最。内部动线也复杂的像是迷宫。那如果我们就是有遇到可能是不同的这个出入口哈，想要在同站进出的话呢，我们是在15分钟之内是不会收取民众任何费用的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也是希望说，民众如果走错了这个出入口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再绕回去，譬如说红线转橘线的这个部分，还有可能就是再进行交换。高捷公司指出，橘线O5站是测试月台，一旦选错边，也就是进错闸门，想到对向月台必须借到位于地下3楼的红线月台才能抵达，这样一趟下来至少得花费3到5分钟。为了方便旅客，才提供这项人性化的机制。记者潘志光、黄子倩高雄报道。感谢你收看2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杨淑怀，咱再会。阿妈你好，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，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。伫第一个时间，伊会当甲咱，若像甲咱叫醒共款，互咱知影讲哦，隔壁有状况发生。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，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。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，安装完成按键测试，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。安装助警器，5增5波比哦。1号选手出场，信心十足，挑战失败，骑车上驾训，安全不靠运。2号选手考场练习，看起来有些紧张，是过关了吗？挑战失败，骑车上驾训，安全不靠运。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，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，我就不要考了。我有办法。骑车上驾训，安全不靠运，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。
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？可以。啊，我们不是公司，这样也可以加保哦。可以。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？一点都不难，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，或透过电脑、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。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。缴费完成，保障生效。